如果你同我一樣，都係迷戀黑膠碟同埋盤比頭組合嘅話，咁一定唔可以錯過波仔今次響尖沙咀 Hi-Fi Gallery 影音科技拍攝嘅英國 Michell Audio 最新抵港終極陀螺儀 Drivo 黑膠唱片嘅開箱加設定視頻介紹。終極陀螺儀 Drivo 嘅前身呢，正就係 Michell Audio 賣足40年、粉絲滿佈全球每個角落嘅陀螺儀 Drivo。佢嘅標誌性造型，加上精巧嘅機械結構同埋充滿活生感嘅重播效果，令佢成為音響史上其中一款永垂不朽嘅跨世代傑作。講翻今次主角 Drivo， 佢搭載全新設計嘅鋁合金底座，配合多點式偶合 Subwoofer 減震機腳，為整個唱盤提供穩定嘅支撐。Drivo 將會搭載廠方最新發表 Equilibria 平衡式懸掛避震系統，最大特色就係每套偶合彈弓嘅底部都會加裝3組彈性定位組件，唔單止可以消除水平抖擺，仲可以令垂直活動頻率進一步下調至 3.5 Hz 水平。越低嘅共振頻率對於加強唱體嘅十訊準程度可謂百利而無一害。我哋再睇下分量十足嘅 Drivo 19mm 底盤啦。今次廠方採用航天級鋁材車製而成，無論整體剛性以至阻尼特性，都會比過往採用嘅鑄模式製品更加優勝。至於呢件全新設計嘅底盤內部呢，就裝咗多組唔同直徑、採用黃銅車製而成嘅配重塊，有助進一步降低重心，同時吸收諧振能量。Michell Audio 黑膠唱盤一直深受用家歡迎。其中一個原因呢，就係配備螺旋形油槽嘅倒置式成軸軸套。至於今次介紹嘅 Drivo， 螺旋油槽嘅數目將會由1條增加到2條，配合中空式主軸結構，進一步提升潤滑效能之餘呢，仲可以將摩擦阻力降低，提供更流暢寧靜嘅播放背景。點解 Michell Audio 黑膠唱片咁好聽？另一個原因就係佢嘅轉盤部分，採用音效同埋阻尼特性，同黑膠唱片非常相近，可以將諧振轉化為熱能嘅 Derived 物料生產，配合轉盤底部6組分別經過人手打磨、拋光同埋鍍金加工嘅黃銅配重塊，全面提升飛輪效應，仲可以降低重心。除咗結構經過全面改良之外，終極陀螺儀 Drivo 嘅動力核心亦都經過全面強化，分體式直流動力摩打同埋專用供電器嘅外殼都係採用航天級鋁磚挖空生產，仲提供咗33同埋45兩段播放速度。要進行轉速切換嘅話呢，唔再需要手動調校動力滑輪嘅位置啦。最後講下唱臂嘅配搭 ，Drivo 可以配合 Michell Audio 出產嘅入門級 T2。設有動態平衡裝置嘅 T8， 甚至潛力非常優厚嘅 Techno Arm 2發燒級出品使用，豐儉由人。如果大家對 Michell Audio 最新出品 Drivo 黑膠唱片有興趣，歡迎親臨尖沙咀 Hi-Fi Gallery 影音科技預約試聽，或者到星和影音 Online Shop 選購。多謝大家支持，下次見。